最後只係證明咗一件事，呢個係麥高爾嘅最後機會。得就得，唔得翻順德。廣東隊喺第二主場順德大勝四川，結束2連敗。呢場唔應該唔得。四川賽前已經0勝29敗，數學上嘅勝率係0，但凡贏一場佢都有3.4%嘅勝率，佢哋都冇。就算係咁，上半場廣東隊都只係領先對手33-25，到下半場風雲突變60-26。上下半場四川得分唔高，同四川隊嘅實力有限相關。廣東隊嘅防守基本上都到位啦，問題係進攻。如果單睇上半場，或者仲可以講證明咗冇上場嘅焦博橋、崔永熙、杜潤旺同坤恩好重要。但係睇完森拿加、蘇寧加搭檔打完晒成個第3節，全華班打完第4節之後，再加埋呢個鏡頭語言，最後只係證明咗一件事，呢個係麥高爾嘅最後機會。上半場麥高爾打咗18分21秒，下半場0分鐘。我在意嘅第二節2次攻勢，一次係徐傑持球，蘇寧加張浩嘉做牛角戰術，個波翻到徐傑手上嘅時候，戰術停滯咗。張浩嘉用手勢去示意叫提前落咗低位嘅麥高爾出嚟，因為佢喺禁區2個高位球員根本冇空間切入，結果戰術散咗。另一次就係蘇寧加喺右邊做背打嘅姿態，徐傑餵波之後帶走一個防守內線，再跑另外一側嘅意思就話清空呢一邊俾你。但係呢個時候麥高爾就將另外一個防守人帶到去蘇寧加身邊，迫使個波要轉移到更多人嘅一側。呢啲都係冰山一角。麥高爾喺陣地戰裏邊有明顯拖節奏、融入唔到體系嘅情況，一環錯，環環錯，空間機會消失咗。麥高爾3分唔突出，陣地戰串聯同突破內線用身體強打係賣點，而呢一場佢做得更多嘅係突破。換句話嚟講，佢嘅有對抗硬打係球隊需要嘅優勢。咁問題嚟啦。點解球隊要佢嚟做呢個工作呢？拋開中鋒位置，其餘嘅後衛同前鋒可以持球突破嘅常規輪換球員，多少都有過唔細嘅傷。森拿同坤恩對抗不足，就屬於飄逸型；而後生有身體唔怕撞嘅球員呢，又唔喺常規輪換。當麥高爾融入唔到體系，佢嘅強解效率就會變得好低。哪怕佢唔持球，都會影響空間。佢仲佔用咗時間，其他配合冇機會練。比分已經拉開咗個第4節，或者參考價值並唔一定大，但係陳家正嘅活躍依然令人印象深刻。陳家正有衝嘅本錢，有3分能力，佢對球隊嘅體系更加熟悉，可以短暫持球，仲可以打無球。雖然表現都會有唔穩定嘅時候，但係都係肉眼可見嘅進步。建議考慮提升佢嘅戰術地位。如果廣東隊要換外援，麥高爾被放棄嘅可能性好大。賽程上面有幾個節點係值得檢驗成果嘅。4月初對陣浙江同山東，倒數第2輪對陣山西，要把握好呢啲機會。而下一場對陣北京，內線會好蝕底。仲係嗰句，搶開局要從徐傑1-5打開，改變對方防守策略之後，再衝雙小外。